继续来到彰化，嘛是连几啊日落大雨，鹿港甲田中拢是淹水的重灾区。县长王惠美伫个面册来公布着补助的标准，讲若淹水50公分者，每一户补助5000块；淹水100公分以上者，补助1万块。结果是有民众骂甲扁，讲这个淹水的同时是赶紧咧救灾扫水，太讨有员工去测量甲翕相咧。鹿港楼价理事长嘛讲哦，原本每一户拢淹水，但是淹超过50公分者，只有1户到2户。伊认为这个标准要放宽。彰化鹿港天桥江规做大水，楼价摊商拢浸伫咧水内底，民众牵奥多摆撩水行过。田中洪门船桥冲到房徛，土沙水淹到大路，这是这几天彰化淹水凄惨的状况。县长王惠美伫咧面册公布补助标准，淹50公分5000，淹100公分1万。虽扣网友骂甲无力，因为要申請要有相片做證據。有人講100公分拢淹過囡仔，閣咧有時間摕手機翕相。冇人講30公分都已經淹真懸啊，閣愛50公分。我們整個街區只有一個人有申請補助，因為他就在室內。看怎樣啊？因為我們這邊都很嚴重，你不補也沒關係啊。你要補就補，你不補就補，我們也不缺那個錢，就是看你的心意啊。有家水站的頭家講，家己店內敢若20公分，毋過莫大小甲海氣一粒都愛1萬。哇也莫大海氣啊！標準敢會放量，縣政府安尼回應。縣府已啟動住宅淹水補助，申請時請提供相關佐證資料，縣府會秉持從寬從速的原則辦理。縣府強調，淹水補助標準是全國統一，若是淹水迄個時陣無翕相，有去翕到水線淹水的分者，都會趕緊為民處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